我西门町的宾馆。是，啊，毋过真奇怪，堂堂一个总裁夫人，哪会去住迄款宾馆？而且伊登记名的时阵，伊是用林玫瑰。我想伊应该是无想要互伊厝内人找到，才会用这个名。林玫瑰，林玫瑰，伊竟然用我的姓。 玉芬，宾馆外面阿弟仔讲，有看到伊都入去找你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我多少？就这。恁就这等。嗨。太仙，有婚，有婚，有婚！太仙，我无想要互你看到我狼狈模样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伫遮小静静，请你紧转去啦。有婚！还佫，我拜托你，千万唔通互别人知影我伫遮。有婚！你莫故意安尼闪瞟我好无？有啥物话，我入去慢慢仔讲。有婚，你开门啦！有婚，有婚！你若1分钟唔开门，我就等1分钟；你若1点钟久唔开门，我就等1点钟久。今仔日你若唔开门，我就等规暝，等到你愿意开门见我为止。有婚，有婚，有婚，拜托，拜托你开门好无？有婚，有婚。 有婚，太仙，你哪知影我伫遮？我看新闻，知影你失踪，世界拢无你的消息，我真烦恼。想讲来遮找看卖，看到有人用林玫瑰的名伫登记，我就知影这个人一定是你。 我本想讲，用这个假名，就是无想要人找到啦。想袂到，也是互你找到啊。敢讲，这一切都是天意。玉芬，我知影你受真侪委屈，你心里有啥物痛苦，你尽量讲出来，我一定会当做你靠山。 太仙，你若对我愈好，我就愈后悔当年我啥也无等你。自从我叫我外甥迄天，伊知影我已经有过别个查某人，伊就轻嫌我，看袂起我。我能甲伊相骂，因自己的本钱着无。 我到再后来，我有替伊生一对双生啊，伊才无甲我离婚。然过，万生伊若心情无好，也是啉烧酒醉的时阵，伊就会拍我，伊就会凌迟我。 口倒去！你来莫甲讲啦！你来莫甲讲！你来莫甲讲啊！
你才不会跟我讲。先，在别人眼中，我是一个真英勇的军妇人，也毋过实际上，在我的身躯，也搁有精神上所受的痛苦，是一般人做梦嘛无法度想会到的。所以，我除了拼命，搁目屎吞落腹肚内以外，我都只有暗中思念你，也搁有咱这段有缘无分的爱情。想要到，伊为了让咱这段情，受尽三个侮辱甲折磨。但是，这一切都是我家己做的，我已经认命，也毋过在我的心肝，我早就认定。我家己是咧忍解啦，所以我就改这个名叫做林玫瑰，这是用来纪念咱的爱情。我有得手我家己，等我会死了，咱才可能一样啊唔免等到死人了，我对你的爱，到今仔日永远拢不改变过。我这趟回来台湾，完全是为着你。我甲你嘛暗算过，我要甲金万山女学倒，互你转来我的身躯边，完成我当年答应照顾你一世人的誓言。原来你当初讲某一段，都是要甲万山母互倒，但是安尼敢好？我今摆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，玉芬，你敢会为着一个唔知安怎疼惜你的查某人，你唔甘？不是啦，但是你唔通误会我。其实，我甲万山人也无关系，早就有名无实啊。伊的一切，对我来讲嘛，拢已经无重要。只是，万山是一个真爱计较的人，像就伊种的个性，伊根本就无可能答应我转去你的身躯边啊。但是，我拜托你，你就帮伊说好无？若安尼，我可能还有一点点仔平静的日子通好过。无可能啦！哪可能？互你转去伊的身躯边，搁去受苦？老实甲你讲，无要紧。我林天生，今仔毋那是事业成功的一个企业家，而且比乌道界同款是化水的简单。万山若是乖乖将你害我，我还卖伫我面，互伊歹做人。伊若是毋知影好歹，阁欺负你，我绝对法度心背有死。但是，你唔能够亲像少年时阵遐尔冲动啊，好无？不管安怎讲，万山嘛是我迄两个囡仔的老爸啊。金玉，即摆还阁倒来变出，阮金玉还阁真来我这个做妈妈。但是，你先让我转去，甲万山参详看嘛。我会求伊，求伊答应我带两个囡仔离开，好无？但是，
死，带你离开，知无？我一定的和风云在一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在，我一定的风云在一起。好啦，无得麻烦你啊。爸，警方安怎讲？刚过就问，赶快是无消息。啊，无啦，你妈妈敢会想袂开啊？爸，袂啦，你莫别乱想。我真正不应该动手拍伊。伊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绝对袂原谅我家己。总裁，已经真晚，你甲金华先去休困，我来等消息就好啊。我免哪困得起，好我踮遐等就好啊。若是等无伊，我就唔困。爸，你已经一天一暝拢无困啊呢。副总裁回来。妈，你这2天啊是走去倒啦？阮大家拢足烦恼你的呢，连志强嘛四过去找你。刘芬，夫人，头家甲小姐烦恼你，烦恼到袂食袂困呢。范山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爸，你要好好甲妈讲哦。我知影。玉芬，我不应该动手拍你。我是因为一时冲动，气你唔肯相信我的解释。我会当就抓，我绝对无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。玉芬，你若唔讲话咧，你爱相信我。我真是唔知影要为倒讲去就。玉芬，你应该唔是等下要甲我讲离婚的代志哦。玉芬，好啦，若是忝啊，你先休困，明仔再讲啦。免用啊，这件代志伤过严重，一定要即马讲好清楚。啊，是什么代志这么严重咧？这2天，我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想要一个人好好想的。因为抽阮的代志，对我来讲打击是真大。也毋过谁知影伊竟然找着我。你讲的伊是啥？我连保安拢找无你，啊，这个伊哪有这么有本事会当找着你？伊是伊倒头路。你都头路，伊是安怎会去找你？啊，找着你是安怎唔甲我通知咧？迄是因为到底是因为安怎？你紧讲啊！你先马上急了好无？先生乱，搁
我慢慢甲你讲。哎，袂个，你先讲，到底是安怎？伊找着你，唔甲我通知。其实我甲伊倒头路，早都熟悉啊。迄是当时的代志。在咱要做阵之前，我拄好去人马场走唱的时阵，伊捌追求过我。阮两个走真一段时间了后，就分开，无搁再见面。这边，因为日本转来投资咱的国宝集团，我嘛真意外，搁会拄到伊。原本我只是想讲，家是开当事会时阵，才可会见到伊呢。谁知影，伊竟然对我讲，伊无法度将我放袂记，伊还阁真爱我。伊这讲什么笑话哈？伊有娶某，你有嫁翁，就算过去，伊捌追求你，迄嘛是过去的代志啊。无喏，阿是安那去找你？甲你讲这笑话，伊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伊讲，伊会报销一切的代价，将我为你的身躯边抢倒转去。真坑我！枉费我一直来当作是解救人国宝集团危机的温情人，竟然要抢我的某，这世人伊免孝想啦！伊阁讲，投资咱国宝集团是要甲集团母互倒，伊上大的目的，就是要逼你甲我让互伊。原来伊早就咧设计我去中着伊的圈套。伊即马是将资金抽转去，咱国宝集团就会破产啊！万生，我拄想心头愈惊，伊若真正安尼做，要安怎？玉环，我先问你，你敢也要伫这个家？我人都已经转来，你搁安尼问我？我就惊伊倒头路，伊袂放我走，你一定要保护我。免惊啦，我绝对无容忍你互人家己丢我身躯边抢走。明仔载我去甲伊谈判，伊若愿意放煞上来好，若无，我会同款无少一切代价保护你，保护这个家。其实，将心比心想想，我感觉伊的某有可嘛真可怜的，可能伊伫甲即马阁唔知影，伊的翁婿伫外口抢别人的某。因某一定会知影。好，既然你个话讲遮明啊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只要你甲玉芬还我，我就停止所有的破获行动，互你保全事业。若无，只要我甲资金抽走，我相信你的国宝集团连胜。我早就要着你会安尼做，做一个查甫囝，我甘愿事业无去，绝对无可能将我家己某让互别人。你讲什么笑话？我玉芬，我起家动手拍的，玉芬对你早就死心啊！什么你硬要个第一手头唔放你自由？你免想要使人破坏阮翁仔某的感情。我承认，我拍玉芬是我唔对，也毋过。我敢对天下人讲，我爱玉芬，世间上无人比我更较爱伊。你无资格，本来就是我的，玉芬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嘛对天上抓，我一定要抓伊，一定要叫伊倒到我的身躯边。你都看了，
你嘛是有头有面的大气目甲，今日小心要抢别人的某，这个唔正人比精死更还不如。我金万山就是死，嘛一定要保护我的某，维护我家己的家庭。都头路决定想要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阻挡。连你无想要甲求婚的我，想死，我想转。你是有某的人。今日声声句句要抢别人的某，你敢对得起家己的牵手？敢才算是查甫囝？这是我的家务事，无需要你过问。你就等你看家己家破人亡。听见？家破人亡的人是你。我一定会风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听见？家破人亡的人是你。你有家务事要讲，先失陪啊！金万山，你设计我，伊敢毋是有权利知影，家己家是什么款的啊？我本来唔相信金万山讲你要抢伊的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是我倒位做了唔好？不是你唔好，是我。我只想要知影一件代志，周玉芬对你真正敢有影遐重要？这是十几年来我入书夜梦的老朋友，就是周玉芬。我去日本熟悉你进前，伊就是我救带要出来的人。我真感谢天公伯啊，我会当带着你这么贤惠的家后。这几年，我嘛真打拼，想要做一个好翁婿。不过，我嘛唔知安怎，我就是无法度甲伊放袂去。莫阁讲，莫阁讲啊！当年你受伤来到日本，我替你治疗的时阵，我就决定啊，要照顾你一世人，做你的家后。
有可，像你可怜我甲玉芬这段好命运创治的感情，我求你成全我。塔龙，你放心，我虽然袂当互你幸福，但是至少我会当互你卖怨恨我。我唯一放袂落心的就是这个。等下日本了后，你要替我好好照顾这个。嗨，有可，请你原谅我的自私，我要来使。横と千代を頼むぞ。もし何があったらその時は分かってるな。分かっています。その時は陽子。お父さん。哈喽，这是咱两人的代志，我父さん无需要管。啥？你讲万山，我唔当弄滴药膏，走去听恁的谈判。这只老狐狸，竟然想要利用药膏来控制。伊就是安尼，我来放弃，伊未免想过看轻我的决心。叶可安怎讲？要搁迄边，你就免烦恼。伊已经答应我的要求，要来成全咱两个。不过，我无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啊！你听我讲，会当搁拄到你，我都已经感觉真安慰啊。即摆加上你对我的关怀，安尼都有够啊啦。无但就是我家己一世人，已经无迄个福气，搁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啊。玉芬，我袂搁互你离开我的身躯边啊！无论一世人爱付出偌大的代价，我拢要来完成当年的心愿，好好来爱你，照顾你一世人。那呢？药可要安怎？我无想要伤害伊啊。这个放心，要搁伊打，我自然会处理。将心比心，偏偏是查某人，这是我应该要替伊设想。颠倒是你啊！你敢拢免顾虑到伊后头厝的人心？其实，要搁因老爸是日本神风组的安尼去，伊对我有真大的恩情在。这件代志，我确实是对伊真歹交代。也毋过，即马我已经放心啊。要搁已经答应我，袂互因老爸插手，伊会徛在我这边。玉芬，搁还一点时间，等要可若离开，我就当专心叫金万山放手。到迄时阵，咱就会当永远斗阵。喂，我有代志要等下跟你讲。你外头看卖。江明姐，你困着我？副总裁，
应该讲吼，我是关心你啦。我真正是佩服你，你这只人狗小解计划哦，确实真成功。你若真正安尼想，你就唔对。不过照我看来，林天生为了你，应该是甲约克离婚。那呢，伊的丈人爸绝对袂放伊煞。这规计划真好啊，是倒位唔对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较我千算万算，竟然算袂到约克，竟然答应，我要互伊老爸插手这件代志。啊，那呢，林天生，伊就真专的搭去国父集团，我甲你抢两年。假使国父集团落倒，我之前所做一切，唔就拢无彩工啊！至少，你还阁会当找到你以爱的金额啦，敢毋是咧？好竞赛。你上好是莫讲话大口势。自从顶届叫你起人以后，我的精神状况就毋是真稳定，随时拢会起上，做出一寡互人料想袂到的代志。丈母啊，你有想要试看吗？江明姐，我无想要甲你做伙起笑啦。咱先把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要离互新风组拄着林天生这样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敢若已经有拍算？我问你啦，有倒一个做查某囝的，希望看到家己的爸母离婚啊？只要只有知影，伊的爸爸为着别个查某人来放杀伊的妈妈。到时一定会找伊日本阿公林天生温氏。有时阵哦，查某人确实比查某人想了较周全，嘛较阴天弄懂。丈母，你讲对无？啊？我一定红粉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在一起。对吧？那就等一了啦。这里袂歹嘛，一定话。方志强，爱してる，我爱你。方志强，爱してる，我爱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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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友，你较细哩，免去跋倒，紧落来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莫讲话，什么话你来使讲好不？Oh my god！ 你来遮直接啦，今晚，若是讲我伫101的顶头，向全世界人讲我爱你，你敢会真感动？迄是人日本女生流行大胆示爱，你这后尾又是讲偶像啦？我不会，无你讲你嘛爱我。你莫鬼上想好不？讲你嘛爱我，无我跳落去哦。不跳，跳会出人命啦！志强，你甲讲你爱伊啊？我袂当骗伊啦！七友，你较紧落来啦！志强即满知影你爱伊，你若是讲落来，我就陪你起跳哦。金啊，我拜托你，莫甲七友做伙闹惨就好啊！你明明知影我爱的人是你，你莫甲我滚生笑。七友，志强不方便，伫台面前讲互你听，你落来啦！伊私底下讲互你听，安尼还romantic啊！金花姐，你等一下礼拜，志强要单独甲我讲个罗曼蒂克的话。七友，我今仔要讲的话，甲今晚有关系，伊袂当吵。我即摆尽量甲你讲一遍，我甲金花是男女朋友。
我知影啊，想叫金华这先熟悉你，啊，不过虽然我输伫咧起跑点，并无表示最后胜利的人毋是我。笑，你生了真水，也真善良，我相信一定有真侪查某囡仔会介意你。因介意我是因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敢若介意你一个，所以我决定要甲金华姐公平竞争，你讲好无？好啊，也毋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你讲，我拢答应你。咱先讲就好，无论胜输胜赢，拢袂当伤害咱的感情哦。无问题，想叫咱是好姊妹，一言为定。嗨，頑張ります。さよなら。七友伊真正足天真、足可爱的。今物啊，你若要答应甲七友公平竞争啦，咱趁这个机会甲伊讲清楚，互伊对我死心，安尼毋是较好，较免以后有麻烦啊。啊，我就不忍心嘛，而且我嘛无烦恼，七友会甲你手早，除非你，我安怎？除非你的心无够坚定。我的心早就已经有你啊。其实我大概看到七友，我就感觉伊足亲切的，就敢若家己的小妹妹同款。若无想要听伊哦，嘛真困难。好啦，就照你的意思。咱来讲清楚哦，以后你是袂当因为七友代志来吃醋，来怪我哦。OK， 因为我相信唔免偌久，七友一定就会找到比你更较缘投、比你更较少年的查甫人。到时阵人嘛无爱插你。今仔日有到一个宣战呢。宣战？佮啥宣战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甲金华姐讲啊，要甲伊互公平竞争，看志强最后会选择我还是伊。是安尼哦。啊我咧，我连竞争的机会拢无，都已经输啊。卡桑，你放心嘛，我相信吼，我一定会赢的。你真介意志强？啊伊咧？伊敢有介意你？伊即马是较介意金华姐，啊，毋过这只是暂时的。只哦，我卡上要提醒你，爱选择爱你的人，因为被爱是幸福的，爱人是痛苦的。我知影啊，啊，毋过两个人相爱，毋是搁较好？像你就足幸福啊！你爱倒上，倒上嘛爱你。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天秤，只有伊家己才知影心内爱的人是啥。你安尼讲嘛对啦，我相信志强吼，心肝内一定开始会介意我，以后呢一定会爱着我，只是相爱相较济，就以后才会知影。卡桑，你讲你敢有倒上相爱相较济啊？当然是我爱你乌倒上较多啊！真是哦，那安尼你毋是会较痛苦？所以卡桑希望你嫁一个爱你比你爱伊较深的人，安尼才会幸福，知无？那安尼倒上比你较幸福咯。无要紧，我会叫倒上互加你一寡，安尼就共款幸福啦。只哦，已经是囡仔，凡事都要替家己设想。爱学晓保护家己，你会记我卡桑讲的话。你放心啦，卡桑，我已经大汉啊，我要做一个哦，真正有魅力的查某人，安尼志强才会较紧爱着我啊。勇敢去追求你的幸福，人的一生只要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就够啊。只是你要想清楚，什么时阵爱好好把握，
什么时阵爱选择勇敢的放手。靠上，你咧讲啥物我拢听无呢？无啥啦，只要你会记我卡上讲的话就好啊，知无？もしもーし。喂，请问是宇宙公馆吗？哦，阮这是录音社啦。哦，又个一刀。这是阮靠三名。飞机票。靠上，你哪无要来飞机票转去日本？你是无当来心？只哦，有一寡代志当面较歹讲。我本来是想要写一张批，甲你解释。你哪会熊熊要转去日本啊？你紧讲啊！只哦，你要答应我，甲你讲完了，你袂使怪你有多少。你真正决定要抽回，投资伫购物集团的所有资金是？有人挡在我的面头前，我就必须要给除掉。这只是开始，我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购物集团倒。总裁，你开会，你袂当入去。我要找我多少？你给我闪开！小姐。总裁。不要紧，你先出去。姐，过落刚无看下来。姐，我都上台讲公司，你不信啥？你哪会对不起靠上？德兴，是，平呀，那安尼恁豆豆讲，阮就无搅扰你。今麦无帮接啊！你紧讲啊！恁卡上是安怎讲的？我爱听你讲，你真正为着别个查某，我爱你靠上啊！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风，我一定的和阮在一起。你真正为着别个查某，我爱你靠上啊！是哦，你个少年，大人的代志你袂了解。恁卡上愿意成全我，我非常的感激你。倒上嘛希望你会当勇敢。不可能！你做自私的，靠上是当我对不起你。靠上伊做戆的，你根本就无必要替你想。到即摆伊搁来保护你，唔去讲迄个查某是啥？我问你，迄个查某到底是啥？你哪会使破坏别个家庭，像我靠上的人，你这个袂见笑的。安怎？你准备拍我心？就因为我买迄个查某，你无欢喜想要拍我？你拍啊！你拍啊！少，你个酒会，大人的代志。那个甲我当作你哪咧骗啊？我啥物拢知影。是你变心嘛？你为着别个查某，你无爱你靠上啊！我嘛无希望伊离开。我有甲恁卡上讲，我愿意继续做伊的翁婿。我只是求伊答应我会当去完成我以前答应另外一个查某的约束。我多少？你甲靠人到底是啥物？你凭啥物安尼要求伊？你安尼明明就是逼伊走啊！天下间无人做，我会愿意甲别人攻击一个人噻。我
受伤，我求你，莫让靠上离开。你应该好奇的是另外一个查某人，你千万唔通毁了这个家啊！姐夫，恁家长拢成全我，想到你就袂当。家长是家长，我是我，我反正家长的决定。我敢问你一摆，你是爱靠上较济，还是爱迄个查某较济？你唔讲，是表示你爱迄个查某较济，对无？既然安尼，靠上走，我袂对伊走。姐夫，你听我讲。我不爱听，我要互你这个有弄伤啊！姐夫，多少？进来啦！紧去把姐夫领上来啦！快！姐夫！你早就有知影，我拄头是我来有别个查某对无？你谁敢无靠早甲我讲？姐夫，我倒上的脾气你嘛了解，伊的代志我连问都唔敢问，我嘛是拄则伫门口才知影发生这款代志，我会感觉甲你同款，我嘛真痛心啊。啊，不过姐夫，我倒上决定的代志，无人会当改变，咱只好接受。我就惊，靠上转去日本了后就袂爱转来。我不爱离婚啦，我不爱离婚啦。你讲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无消息，这个囡仔是走倒去啦。阿龙，啊，只有是安怎吼？卡姐，只有就早起就唔知走去倒位啊。我都上希望伊会当来送你。只有是无想要看到今仔这种离别的场面。可能走去袂起来啊，咱就莫甲为难了。又哥，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我甲中医送你去机场。唔免啦，你啥拢莫送我。塔罗，我啥物拢无求你，干那求你爱会记答应我的代志，你也好好照顾手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放心，我会啦。
恁老豆上真器重你，你也好好带伊皮肤边，甲伊报答工。嗨。有狗。有狗，你敢袂当卖走？只有真需要你。我嘛。太郎、長い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先讲一声，我会当去机场接你。荷物持ってどこ行くの？お父さんに会いたいから日本に戻るつもりです。あ、そう。しよう。話がちょっと違うですね。卡桑，你想要把他对镜讲过老实话？太郎。はい。言ってみろ。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。お父さん。黙れ。我这边来听太郎讲。你安怎？你敢做唔敢讲？你会记得你要返来台湾之前，我安怎交代你？係，我会记。会记的。我再问你一摆，你即马想要以死谢罪，还是要甲伊约判赔罪？头长，我已经向约判赔罪过啊，我只是共款选择别个查某而已。よし，我举互你迄个刀啊，去甲举出来，马上甲切吧。我一定的跟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跟阮在一起。我举互你迄个刀啊，去甲举出来，马上甲切吧。姐姐，我也请伊来看看我多少，你请伊来睇伊的呢。お父さん。忠義、ハンド出して。おじいさん、請你原諒お父さん。我願意替謝罪。何言ってる？どけ！おじいさん、おじいさん。お父さん，这件代志你好家处理好不？黙れ！我已经甲见过你了。只要伊若对不起你，唯一就是死。我讲出来话绝对无可能改变的，晓吗？你等等！报告。山，お父さん、師匠。お父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おじいちゃん、我拜托你卖掉我父さん，我拜托你了。畜生！殺してやろう！おじいちゃん！お父さん，你若坚持要抬头路，我嘛无想要活啦。何言ってる！何言ってる！太郎辜負你，お父さん手に取ること这个人你还讲会做出来办的？老哥，おじいちゃんやめて！你安尼是咧威胁我，你安尼是咧威胁我。你想讲你安尼讲，我就会原谅伊上？殺してやる！我唔敢威胁你，但是我讲会到这个。好，这你讲的，你敢看我清楚？你看我安怎死？我跟你讲，我
因为我的决定，只要是去一个老爸，安尼你讲忍心。有可，迄是因为他都对不起你。只有有这款老爸，迄是伊的命。啊，不过只要是去的，唔若是老爸告我，应该是告你的。有可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无遵守无妥善的约束，是我该死，是我该死！我录他！有狗，我叫个鸡哦！多少？从刚开始我就决定啊，我要对你，是爱对你。有狗！你无迄个资格！我多少？有狗出细汉就无卡上，是你甲我带大汉。你自细汉就甲我教爱以父为天，我是咧遵守你的教示啊。今仔日头路会选择别人，是我无尽到最佳我的责任，这免怪。代志会变到安尼，拢是我的唔对。你若是坚持要抬头路，我唔敢阻止你，但是，请你看到姊妹分享，可以跟我同款，会当有老爸的疼惜。若是你还阁唔答应，我拜托你答应我，好先走一步，才来出关头路。有狗，只有。我介绍，我介绍吧。我介绍，我介绍，我介绍，我介绍。拢为你老家伙，算是对你情深意重，我无啥物通遗憾。虽然今仔日我真痛心，但是代志都要有一个了断，这毋是我所愿的。恁中国人有一句话。挂炮断义，算是我当初目睭青面，将查某囝嫁予你。新丰组队今仔日开始无你一个人，伊都卡索去，对即马开始，甲你一刀两断。开喽！我妈妈在引起。只有。有心，你要来点食？我倒
杜桑，是我叫伊留落来啦。好，从即摆开始，你嘛毋是青龙座的人，开咯。我尽力个回答，开咯。实在想袂到，伫咧即款情形下，卡强阁会牺牲家己的性命来维护你。所以你还记得，咱这两条命是恁卡送的。我都送。我有一句话该当问你，讲，周玉芬敢真是得咧你放弃卡强，为伊赌命？但你拄着这个原因，用性命来爱的人，你就了解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あ、そう。いいよ、置いて。じいちゃんもちょうど用があってね。横、後で千代と空港で待ってくれ。お父さん、もしかして。山。はい。止まれ。お父さん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冷静にしてください。山。はい。妈妈，就是伊对小舅婚外情的对象。我就婚姻，是伊推上我肚上甲卡上，我就想要伊死。笑，敢讲我不会甲婚姻吗？伊是有爱有囝的人呢，伊哪会破坏别人的家庭？我若是阮卡上，我绝对袂让步的。笑，发生这种代志的时候，敢要真意外。我嘛知影你心情无好，要无你爱冷静落来。你妈妈即马一定支持我你的照顾。我就知影你是关心我的，不过真可惜，我甲金华姐袂当做朋友。我毋爱听金华讲起这个代志，伊应该啥物拢唔知影。不过伊妈妈逼着我可能是输死啊！我就袂应该为像人的查某囝做朋友啊！笑，金华真是真介意，我无希望你因为顶一代的代志去影响到你的友情。我嘛真介意金华姐啊！
敢不敢我真想着我脚上受到的委屈，我就借婚姻妈妈。所以，我无想话，就记着跟我姐啊。笑。吉强，我是专工来甲你相识的，就想要甲你讲，我爱你的心是永远袂改变的。我要陪我卡上转去日本啊，等伊心情较好咧，我就转来找你。志强哦，我心嘛足艰苦的，你敢会用互我抱一下？再见。什么？若无，我叫警卫来哦。你就是逼走阮查某囝的人，看你是要家己对头仔门跳落，还是要互我的人来动手？你上是坚持无要放我煞，你应该知影怎做。一个查某囝配两个囝婿，敢讲你唔惊我受刺激？你有气笑啊！今晚就甲我下死咧，无免想要行出去。你唔该回去的人是伊啊！我即马是用来警告，任何人危害我的家庭、我的事业、我的亲人，我会甲伊拼命。水天空。